也代替意外，还有一站哦，一个代替的火车是发生行动电源导火意外。早起一帮区间车准备要停靠台中嘉兰拿，一个旅客行动电源煞烧起来，火势赶紧来拍花，加载无人来着伤。也这帮列车呢是前22分钟，代替无排除要来讨赔偿。车厢呛出高烟，座椅搁导火，乘客是真惊吓，赶紧装落车。第5条有那个包包烧起来，全部都是烟雾。有人赶紧到月台摕灭火器拍火，并且将导火盘影刷出来，加载无人受伤。日透早6点外，代替这帮上班的区间车，准备停伫台中嘉兰拿站的时，车厢熊熊呛出白烟，原来是盘影内底行动电源家己烧开。行动电源突然不明原因自燃，经现场旅客发现后，立即使用灭火器扑灭。警方表示，潘亚是一位学生的，出动时并无使用行动电源。火势拍发了后，这帮列车前往丰原站，由警方收集证据，晚21分才出发。其他班次是无受影响。我都会事先冲好就来坐车了，这样我不会带那个。火车上的旁边不是都电器设备吗？对不对？而且人都这个坐火车的很多是那个老人家，对，然后要跑也跑不快呀。根据代替的统计，最近2年伫列车顶面计共发生4站行动电源家己烧开，这届是今年第2站事故。因那这帮列车的椅仔甲涂骹也受到损害，代替会向这位乘客求赔偿。那总有牵连到公共危险的部分，也依法上班。不过代替目前对旅客扎行动电源并无相关的规定，敢来当用可控的提醒旅客爱扎伫身躯边。铁路法或是铁路运送规则目前还没有规范嘛，说它不能带上车。然后我们是会加强宣导说，我们的行动电源希望你随身携带。那它很容易燃烧，所以说，那它属于是比较高燃的一个金属啦。那我们在使用的时候，对于这个正负电极的话，就尽量不要去让它去接触到。理化老师指出，行动电源内底的锂电池，若阵本身的品质无好，加上放置无稳定，也是高温的环境，就真有可能烧到甚至导火。使用的时爱加注意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